中原工商鋪為你送上最新嘅商鋪租賃數據及矚目成交。11月份商鋪租賃宗數約289宗，按月上升17%，按年下跌10.8%。11月份商鋪租賃成交金額約2718萬，按月上升15.09%，按年下跌22.8%。跟住一齊睇下各區嘅空置率。我哋再睇下11月份5大租賃市場矚目成交。第5位，元朗浮財街34至46號光華中心地下01號鋪，面積大約2400平方尺，成交月租約38萬，尺租約158元，新租客係超級市場。第4位，灣仔柯布連道3號地下至3樓3及3A 號鋪，面積約6700平方尺，成交月租約40萬，尺租約60元。第3位，銅鑼灣羅素街2號2000年廣場地下02號鋪，面積約2872平方尺，成交月租約55萬，尺租約192元。第2位，金鐘夏慤道18號海富中心地下1至41號鋪 B 部分，面積大約8274平方尺，成交月租約70萬，尺租約85元。第1位，中環畢打街12至12A 號畢打旱地鋪，面積大約4708平方尺，成交月租約100萬，尺租約212元，新租客係法國服飾品牌 Lacoste。想知道更多更快嘅市場資訊，歡迎聯絡我哋中原工商鋪商鋪部。灣仔柯布連道3號地下至3樓3及3A 號鋪。